嗱係啊，我俾幾多個個字？四個字。第一個字。第四個字。個。好嘅，電視機名啊！電視機名。電視機名。OK。電視節目名。四個字。食加跟所要學。係啊，咁啱有。第三個字雞。公，其實真係咁。公，乜公？公。第三個咩話？公主。公主出嫁。公主出嫁到。對對，公主啊！幾多字啊？幾多字？冇揾嘢啊！幾多個字？幾多個字？四個字。珍珠公主。長髮公主。拇指公主。冇咩公主啊？冇理公主，好型啊！無理公主啊！好啦，唔好再做口令啦，再做口令犯規啊！書面語，胎利先，男冇男冇落雪嗰個嘅，落雪嗰個書面語咩書面語又係講啦，筆長髮毛咯，你先啊，頭否尖否你無理公主是否否定否則無理公主。超人咗演唱會。唱歌。咩票圈嗎？我知最後一次炒樓兩次，嘈吵喧嘩喧鬧吵鬧我知咩嚟㗎？花圈四個字嘅咩？第二個字做其他字做逐個字做。係咯，公激烈。第三個字噪音啊！第三衣服陳鋪文第一個字係文，第三個字係文。又啱有文乜？文房唔係啊，乜乜文乜啊？書咩嘅書面語啊？嗰啲嘅咩嘅書面語啊？喧嘩嘅書面語，仲有書面語。第一個字係乜？第三個字係文。仲有6分鐘。第四個字家屋沙發嘢。有咩？好難估兩個字定幾多？係第二個字定兩個字啊？幾個字先？第二個字。第二個字。喂，佢兩個可以講嘢㗎。唔得，第二個字係二。
C